后来，这个马大安溪崩山湖一楼溪水夹大量的烂土冲入去光复市区，有半个光复乡拢做大水。有一对住伫桃园的家弟啊，是透暝赶转去厝救亲人，结果发现隔壁也是有人受困，是合力把人救出来。居民讲，即摆若想到脏大水灌入来的状况，还阁会皮皮喘。第二个所以迄个啦，常常会转来甲你看迄个哇。汤只脚搭伫咧乐观门，用土瓦是咪吐清气？毋过要用规身躯来买病有限，处理嘛是真乱。后壁的张小姐嘛是厝内生还，手搬家具，搬到规身躯真垃圾。7点从桃园，然后4点到，我们有看到就是有土石流，我们想说就妈妈跟阿嬷、哥哥他们应该会卡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两个就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讨论一下，我们就赶回来。规桃园赶转来花莲光复乡，转来到厝，看到铁门叫落管门塌咧，大力撬开，才甲厝里的人救出来。毋过看到故乡变甲呢，第一时间嘛赶紧来救灾。家弟2人拼全力，厝边的铁门嘛是袂顶袂动。张小弟摕土瓦将铁门开落管门，才互处理中见天日。安那因的阿嬷嘛走来关心。处理嘛是同款，是真济光复乡民众的心声。非常脏的波水灌入来到家园内底，嘛是心惊惊。我就开不开来啊！我小儿子都在外地啊，没有在家里啊。他说：“妈，你都不要动，他怕我有中过风，所以他怕我的身体不行，我心脏不好。”厝里的人含厝边互相放伴，同齐拼死恢复工园。嘛无来讲，厝内人无济，嘛无工区，想要复原，可能应该拖超过几年高贵时间才有法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